今天吃香喷喷的盐焗鸡，肉质鲜嫩又入味，做法还特别简单。你还可以配点这种小蘸料，鲜香的，好好吃，有手就可以做。买到半瓶浓鸡，先开水把皮烫一下，放姜片、生鲜鲜酱油，你只需要一把这个盐焗完的调料就可以了。我半瓶鸡大概放到1/3把，再淋点花生油，抹匀，让它的颜色跟味道都均匀，里面也来一点，这样更容易入味。你看这个颜色好漂亮。腌制1个小时左右，电饭煲里面放洋葱跟姜片打底，喷点油，把腌好的鸡放里头，汤汁也到里面，盖，按无水煮的模式20分钟，普通电饭煲就直接按煮饭键就可以了。哇，好香！筷子就可以轻松戳进去，放脚头，赶紧给你屋里的神兽安排了。